今仔继续要来看这个台湾劳工的工作时间到底有偌长呢？劳动部统计，2019年台湾劳工平均的总工时是2028点钟，虽然甲旧年比起来减大约5点钟，但是全世界的排名也是排伫第4名。而亚洲的主要的国家，甚至排甲第2名，敢若较赢新加坡。发生伫2019年，南投仁爱乡当时落超过1礼拜大雨，造成灾害。53岁乡公所建设科长，可能是出门勘灾伤过操劳，加上本身有心脏血管的疾病，最后和同事发现讲倒伫碰椅顶无开啊。刚一年伫台南一个负责人伫东规鸭肉店上班，逐工爱做15点钟，一年敢若休3工，伫店内昏倒送医了后，宣判脑死。其实依照劳保局劳保职灾给付的认定统计，过去10年来，就255个人因为工作量伤大，引起脑心脏血管疾病过劳死。劳动部统计国际劳动时数，台湾伫2019年劳工平均的总工时是2028小时，虽然甲去年比较起来减少超了5点钟，不过伫主要国家内面依然是维持排名第4名。主要亚洲国家内面是排名第2名，第1名是新加坡。可能在国外，他们就很注重周末跟家人相处的时间，可是，在台湾有些可能你连周末都还是要上班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蛮不同的。今日头路好民众挡袂掉，只能想办法和工作更加有效率。我做电商，我工作偏责任制，所以事情做完的话，基本上不会有太多。那当然开会时间另当别论，只是基本上不会说需要一路到半夜还是要一直在做事。讲起来，无共款的职业有无共款的工作时数甲压力，要安怎兼顾工作效率，并且和大环境变了较好，这嘛是政府甲企业必须爱思考的问题。